哥哥好，你求下先生。我比较在意的是两位帅哥牵着他上来，这个是我们清朝的时候叫什么？慈禧太后，老佛爷，老佛爷，老佛爷，哎，众赏参加位。来过，来先送钱过来哦。啊，这个有送来啦，啊，这个糖分来啦。有送给金马仔，来来来跳送唱啊，我也来唱。爱死也无爱啦。
行去闪春锦脸啊。对啊，被你撞上，这种给人送上过真的辛苦了。当然啦，会不会筹联给茱莉亚传播公司也是我的真的真的也是好姐妹啦，真的，好姐妹你好，真的谢谢我们茱莉亚传播公司总监哈，暗自 say 暗自 say。也生日会多，先祝你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上爱马街都要，上爱马街都要，上爱马街都要，上爱马街都要。忘记了。很要去加码的不用钱呐。对，刚刚唱的要钱，现在唱的都不用钱。好了，谢谢。来，继续。等一下你还跟我的干儿子小三位一次高跳很多，真棒咯，做啥呢？春来呀，树莫让家。大家同意我讲哈，耶稣歌曲做唔得扮洋葱，摸来摸去，摸就哎呦又哎呦，哎呀太傻了。扮洋不是多田讲，我鬼看多田打情骂俏，教我嘛一边爱有关的。安尼呢，带来呢后台歌曲又要懂精彩啊哈，一波接一波啊，精彩的歌曲。是杨妹妹老师啦，哎，在那边等待多久？你看，要晒恩爱啊！这个
绝对是原配。啊，你美丽台湾的乡亲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杨妹妹。今日呢，我就带来来出道的艺术歌诶，那是展毅老师写的哦。你还会记得我吗？谢谢。这样是歌叫亲后堂了，难怪你会红哈。来，朝阳歌唱颁奖准备哈。有一点嚣张哦，是哪里来的？那老师有跟他有关系。这一群人太热情了，这个老师我要打包回家。哇，真的这么厉害？对啊，那么热情，哪一班的？朝阳
顺手。好，来，我们的朝阳在抽条哈，朝阳狗眼白唱松台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哇，这个旗袍，他们应该是亚洲航空，好厉害还是台湾航空，还是苗栗航空？嘿，我们苗栗国应该有航空公司哈，每个都像空姐嘛，空少嘛，对不对？但真係身材之啊好啊，真係感覺嘅旗袍。嘅採用個葱薄，個葱板，個葱板，個葱板。誒，我記得你採用一片沙全部可能未聽到嘅。誒，當然都要啦，要的表演呢係兩妹妹家族歌唱班所帶來歌曲係豐年滿天下，嚟掌聲鼓勵。
李总来什么来？妹妹家族歌唱班。好，音乐好。出场的客家法夫，也有客家的杜哥，杜达，哎呀，一个参加客家法夫当中，在本大家无同样的色彩，无同样的各种的感觉。係唔困難，摸嘅嗬，要咩客家輔助嘅，嗰個鞋嘅嗬，小板鞋啊，要褲嘅要縫嘅嗬，你個褲嘅同縫嘅嗬，做起來就較好披衫褲啦。誒，從頭到尾只要都要安尼客家法夫為做一隻改變，為做一隻改善創新。好啦，然後接下來呢，你來聽吹啊，唱松牌啊，唱出場，哎呦，兩位帥哥哦，哎，真的是。客家法夫當中，安尼搭配咧簡單的小說啦，安尼重播，搭配起來有咩真件十分的上課。還有非常的斯文啊，咱用啥啊？是阿婆會用的啊。哦，有冇安尼啊？講，免做生意咯，咱會斯文啊。做安尼客家嘅sản品的共用，哎，咱們哈非常非常的帥氣哦，帥哥一枚啊。你講嘅好高聽啊！我叫條。好嚟，第三句。接下來要出場的共用也是帶有我們的花布的色彩，那法規色彩當中，跟本太家不一樣的感覺，也是的背心啊。对，背心裙啊，我們香吉老師穿這一套呢，哈，就顯瘦啦，好，看上面會較抽啦。嘿，本來哈80會減到70，70會減到60啊，60會減到50，然後給50聽聽啦，嘿，這個看起來呢哈，就是比較瘦的感覺哈。那我們另外一位老師呢哈，哎，做安尼哈，做得點啊？做得做假鳥，做得做假鳥，假鳥準備進來哈。來，接下來出場呢，無同樣啊，啲色彩就比種的似嘅，右邊就客家嘅 Michael Jackson，我會帶起來加上安尼法布，這種感覺就是會有不一樣。來，我們東啊，來走一下 Michael Jackson 的舞啊！哎呦，就是這樣。哎呀，走起來呢哈，就知道呢自信心啊，動有心型。哎，他講嘅聲啊高嘅哈，新斯文，經驗到。哎，看啦啊，好來親你一滴還沒，森哥只有你一個人出場對吧？就你兩個。呀，有帶有點安尼，客家的 LV 包包啊，要卡辦誒。這是燒肉2人組對啊，對，可以這樣講啊。呀，兩夫妻是嗎？我應該不會這麼做。哇，那就嘎雞耶啦啊！嘎雞耶，我那客家的 LV 包包啊，兩個還專門嘎啦。演出一專門嘎哈，我就用力啊！野餐啊，六啥野餐是按斗吧？好，來太趕來到面前排站，面前看面前，對位，來我們上前2大步，客家sản婦最強，客家賽道最有名，客家米粉七張的，客家七神婆，哇，一個比一個帥，當他的獎啊，哇，法夫獎。之前啊，演唱也一定來到現場啊！好的，特別非常，大家可以掌聲歡迎。工商鼓勵，我說這個留下來，你們就不要帶走。
来，按姿势，唔通唔准标等诶，好标肉给你哈，好。来，如果呢要想吃的人求我。客家花布有奖嘛？这运动奖。客家花布做得做帽诶，做得做围巾，做衫裤，做裙，做鞋，做裤子，做围带，做大夫没做的。你哋来睇假装，中东见中烟装，欢迎，县长好，县长。分享，好，安利先送的哈，撇，哈，用更多了，按姿势。谢谢佩奇跟美芳两位美女主持人了哈。林展宇老师，你们有陈天雄主题哈，每人前一种政坛的路前批你们有各位李干事，我今天来参加了我们桐花歌舞推广协会所主办的对，还有我们李秋霞老师呢，大宇环岛秋霞老师哈，今天叫做歌颂舞动客家展翼新风貌哈，来到发通各位上请师太韩国各位表演呢，我们歌手也好，我们的舞蹈班呢，所有的美丽的西雅记也好，西雅歌诶，太港玩太港好，县长好，我哋现场很多歌声了哈，今日同欢喜哈，做嘛位阿曼多哈，迄今日嘅苗北嘅一天呢有人文舞集啦哈，當然咧地方上嘅因為各種表演哈，尤其係客家文化當然客家重要哈，咧不但重要係當重要啦哈，今日咧by重要客家 V&B 就前2禮拜哈，咧主備楊長春楊主備特別送苗栗縣政府得獎嘅500萬哈，佢就苗栗縣一共2個客家 V&B 嘅推廣嘅獎金哈，1650萬啦哈，劉強正師哈。中獎。當然苗栗縣身為客家太原哈，你啊不但客家話要傳承下去，你啊山歌當然當重要，包括9強18條，包括咧流行嘅客家歌曲啦哈。唱緊嘅人啊都新北師了哈，然後新北師好有意思咗。我嗰個行個蔣根華咪莊吼，然後苗栗縣嘅咪比個縣政府嘅當地送禮吼，李秋霞老師吼，還特別講過唱2條山歌，撞上嘅嘢嚟啦吼。不過你客家山歌有客家山歌嘅特色啦吼。當然，迄個意味講，你喺講客吼，你喺點樣去研究講怎樣嘅本生意嚟要講客，迄無你喺全部阿公阿婆講吼，你喺下擺要見來見上人講，用做唔得。不過你喺做推廣幼稚園吼，種沉浸式嘅教育，所以講佢許多學校開始佢同學也好，老師上課也好，用客家話去上課吼。客家話上課吃可耐啦吼，看了新人嘅客家話我以後嘅聽講嘅啦吼，佢講先學客家話學過以後，下擺學英文啊吼，佢發音要較準啊吼，這是專家講嘅，因為專家唔同佢騙人啦，佢講有效就有效，不過講你要專業，開始要盡量順利出世也神馬出世吼，就嚟講下，甚至一定重要係難英語吼，因為啲客家話你要講安怎母語做阿美話嘅吼，不所講一定要喺乜嘢搞起，喺家媽媽搞起，唔好講電到許多學校本線上搞，線上樣嘅搞吼，大家言乜拗唔準，就像下擺留學農園嘅朋友吼。講客話時間吼，哪怕講點樣嘅爭辦吼，就留到4年都咬唔爭。不過嗰啲係今日咧，客家民謠也好啦吼，客家歌舞也好，同當講當然我感謝林展宇老師吼，睇啲嘅推廣，不但會寫，會做又會唱吼。我老展宇老師講下呢就太高聲吼，大家做歌聲當吼。當然當今咩了解個。其實講學唱歌也好吼，表演也好，做專門唱客家歌較比較也較實惠，因為觀眾較少啊吼，不說票房都冇咁強。
不过安尼都吼。要自立自强，尤其下面你个客家太阳，当今一定要替你协助。只要客家表演、客家节目，然后客家有关系的吼，县政府批的部分吼，当今一定要拜托下面文管局客家事务科吼，替你来提出，替你来沟通，对来为做祝福今天的演唱会圆满顺心，也祝福在场所有的壮观贵宾或朋友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事事顺心，事事圆满，神蒙太吉感恩之声，谢谢大家。演奏全场之行语来再作表态，在这边的演奏来众赏鼓励好吗？演奏赞助艺术歌曲做得嘛？做的，对嘛？上安堂嘛？哎呦，安太上了，嘿，艺术歌曲。开始赌注赌多，刚刚唱嘛哈。我听呀，又来了。提供你客家的歌谣，讲客家歌谣咧吼，客家山歌是最有名的，条条有美名。好了，大家唱众山歌咧。我呀哟，有道理。
个两首歌曲呢，吼，本人吼心有戚戚的啦，有人讲感情人来味哦，其实名是短啦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手牵手走舞台，哎，唔好唱唔好唱啊，要唱太了梅竹来，有枪有枪，有唱啊，嘿，好，准备咯。好，安尼音乐唱下，音乐请下。好，老师请下音乐，谢谢。这是一对贤伉俪，哦，一条做个法布衫，系棕色的哦，棕形色的，哦，佢哋几种嘅打扮的出来，搭配它白色系的嘅重复，再比如推荐出安尼客家法布的呢种嘅法律。天边流星，他们刚刚从日本的迪士尼转来，Hello Kitty。大家有咁多，安尼客家法布有那个来做就係，佢要有嘅中山的嗬，你啊出場咧，哇，咁樣做旗袍，旗袍懂我看了，哎，有啊有看啊，端庄娴熟啊，懂风啊，哈，非常好看，哎，娴熟高雅，又高雅大方，对对对，那要这样多哈，做爱的哈，懂chung这个笑傲江湖一关，哇，沧海一声笑啊。真也好看哈，男的帅，女的美哈，来上海人呢，这个是也是天生的一对，是，啊那个，他把服装权不能长不能短，做出来就有两个贴合的法律的形象啊，还有这个做了衬衫哈，做了那个衬衫也是不错的啊，哦搭配了强色的。强大的发肤，给大家看出来这个真点新闻的清新感。对，要不然呢哈，就比较清廉清新的感觉哈，让它讲纯啊。来现场来 kiss 一下，kiss 啊，干么啦？哎，底下会引起骚动啊。来上海人呢，哎呀，真点懂传统诶，安尼客家，太精神，啊，来太精神。太平哈，太平哈，对，那这客家语哈。那客家太平山，它的左开还是右开？有两个一天的回贴的哈。两个你现在因为这个真的会不一样哈。不知道那在的这个城市当中，那这边看得出客家那有两个回贴耶。来，好，往前走，走台步，走到前面来。西咧一片上，西摸一片上啊！非常有特色哈，特色的给安尼客家嘅衫裤。来，再来转个圈圈，来转个圈圈。本身的穿做了什样客家衫，有两个特色，不一样的搭配。让你们客家做的优雅靠实。从呀，客家法布来做一个创新。可以是他中来神啊，哦，那乃他是他中啊，总结嘅啊，总结嘅神，蓝色嘅神啊，有奖吗？有啊，对面非常的奖，身材又没有好了。对啊，怎么都这么姣好的身材？对，天生丽质，对不对？哈，男志气，哈，是不是？我天生我丽质，我没有办法，对吗？
唱动民舞团吼，你加上咧走秀吼，行秀，安子生也着吼，增进比重的张调哈，安子生哦，安子生。我三，拍摄了，大家好，感谢动作团，看翻了哈，这首歌是我们老师所做的歌曲，相当好听。股票哈，会自动产生魅力哈，很有魅力的男人。
票所带来的迷恋，你哦，除了特别了了，对吧？啊，你有奖吗？有奖有奖啊，出来那有奖啊，是奖主用的奖。那有3层用，有3层用啊，班比奖董后说。一定有五花肉啊，对吗？没有啦，我们这是互相取暖。什么啊？后堂的国歌太难演就会停手，真的。
台下的人这么跟你配合啊？为虾米啊？为什么你有收买他们？比较热情，比较热情，真的应该不是吧？通常是你有给他们吃什么东西？带下这件清佛哦，嘿，牛很奇怪，跟配饮就没了，就五张油了。还是因为我们准备要结束了啦。冲大街，来啊！跳大街，嘿，莫言莫笑啊！哎，祝回忆快乐之后，老师编马老师编马街哦，哦，编马街，係嘛？我哋會員睇下哦，辛苦咧，是。來，開始要送上。嘿喲，做擔粉啦，嘿，東安睇定了香港嘿喲，一條條灣啦。新闻各位，因为健康医疗呢，可以让我们开始，谢谢。
夜梦变成你重逢，回来挂在岸边凉凉。一个按自细按袂创的到哈，来今日呢哈，两位哈老师呢就是压轴的啦，哈亲民艺术歌曲的哈。那今日节目呢，选下来呢哈，已经圆满结束。有请你林展英老师，在林信凤猫老师向送过来，真的非常神农太嘎今天圆满结束啊！希望呢以后呢真的是有这个机会多多的办理这些活动啊！真的感谢神农太嘎，也感谢我们从远地方各方面地方来的我们的贵宾，以及最辛苦的我们的摄影组的我们的茱莉亚公司的。好，我们摄影老师，还有我们的茱莉亚，我们的庄丽华总监，还有我们的音响，我们的音控老师，谢谢。我们什么那个赞助单位有可兰推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姻缘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广告传播有限公司，还有我们林展一起文化工作室。这两位辛苦的主持人头到尾好，谢谢。